MMA Mixed Martial Arts 綜合格鬥，被稱為搏擊運動中嘅10項全能。佢嘅規矩非常寬鬆，拳手可以使用拳擊、柔道、空手道、泰拳等等多種技術。佢就係現代版嘅打擂台。大家都知道規矩啦嘛，我話打就打，我話停就停，兩位清楚未？清楚就擊拳。Ready？ Ready？ Fight！從贏面上嚟睇啊，李信蘭的確係技高一籌。相信佢只要唔掉以輕心嘅話咧，今屆嘅冠軍係非佢莫屬。佢係我好朋友李信蘭。